行是卫星，旅行是味道，这最初的密码藏在呼吸的频率，嗅到只为叫一场温柔的唤醒，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那声最真的音。我曾追逐极致，像紧绷的线，也曾放任消失如断线的针，直到读懂喜怒哀乐，只为发尾之中那片寂静的土壤，能生出万种可能。这之中的修行是动态的平衡，法而界中皆是恰到好处的共鸣，不是模糊的妥协，是清明的回应。这之中和的远近，让天与地都安静。道不远人，远离人的不是真道。它在柴米油盐里，在每一次选择的当下，种树味道不远，堆积精心，对人宽谅。从最近的地方测量最远的远方。君子之道，偏入心远比自己偏入登高，低从低处的拥挤，最高的中庸藏在最平凡的字句。做救护自以是父，将心比心的秘密。这之中的修行是动态的平衡，法而界中皆是恰到好处的共鸣，不是模糊的妥协，是清明的回应。这之中和的远近，让天与地都安静。有人说中庸不可能，因为它太难，真正的勇者是和而不留的坚韧，是中立而不移的风骨，历经考验，在局势的狂热或冰寒里守住心的恒温。最后的答案是为天下支撑，是连接天地的那条线，能荆棘之心，也能尽人于物的心。于是参与天地的话语，与宇宙同行。这修行是从一秒的觉知开始，在生活的摇晃中一次次校准自己，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。那自由的轨迹，原来早写在最初的定律里。种子中的修行是动态的平衡，法而界中皆是恰到好处的共鸣，不是模糊的妥协，是清明的回应。这之中和的